过我开2档直播，哦，超度法会的2档直播应该有看到啦。那无意外应该有看来310。好，待会我慢慢讲。我刚刚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滑到哪一个啦，我待会再讲啦。我等下讲，来320，这个响就。啊，对，那个仓姐，对，没有错，哦，就是他，啊，不用我开副本，他也会被人家开副本。来，大家晚上好哦，来，大家晚上好哦，那个嗝恶心到我了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忍不住，好不好？忍不住。先分享了，梁凯，这荧幕熊更，帮我调一下，这台荧幕熊更。然后对气标书法的那一个，来，音乐暂停一下。来，各位朋友，我慢慢讲啊，你们慢慢听哦，你们就慢慢听。来，这一个叫李恒的、仓颉的、养羊的，继上礼拜我开过副本之后，我今天早上我起来尿尿的时候，我在滑手机。哦，我在背手机啊，背，我好像滑到一个好像什么抱怨还是什么爆料什么我忘了。哦，那因为我嘛咧沙微啦，但是我小可看一下内容诶。哦，我有看到内容。来，这一个李恒啊，养羊嘛，来仓颉嘛，来晚上好，那个丽宇，谢谢你赏心。来，这一个他原本弃标我们的书法还在客厅，哦，书法还在客厅啊。然后他类似啊，疑似，因为我看到的是。有一个女孩子，她对用那个截图上嘛，她上面打养羊，好啊，另外一个叫仓颉，好，我不知道是同一个啦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啊，我不知道，好，但是我看的内容，来，这一个男生就是李恒的弃标那个书法的，他跟这个女生说他要买东西，可是身上不够，然后想要跟你借一点钱，还是怎样的，我不知道，然后那个女生好像有看过我开这一档，就上一次啦。就上礼拜有开那个副本，他有看到，然后他就跟他讲，你不是被开副本那一个吗？书法那一个吗？然后那个好像是直接把他封锁掉了。哦，这一个叫李恒的就直接把他封锁掉，把这个女生封锁掉。那女生那边有对话记录，她有截图上传。来，各位朋友，那我是不是救了这个女生一命？你们是打是？我跟大家讲过哈，我开副本我开的是事实。我要让你们避免这样子被受害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幸好我说真的，哦，你被公外公了吗？我不敢当，但是我说真的，幸好这个女生她有看到我的直播，她没有被骗钱。哦，他们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啦，他们聊多久我不知道。哦，但是我就是大概有看到这一段内容。哦，他说这个人就弃标某某台东西，哦，那还要跟我要借钱，说要买东西，有的没有的。还要约吃饭哦，那个我真的讲不完了。反正我是早上起来尿尿，大家看了一下就划过去跟他一下。我说真的哈，李恒呐，好养羊仓颉，如果你有在线上，我奉劝你真的不要这样子乱搞了。你有本事你就来自取，你钱缴一缴，东西拿回去就好了。阿里边乌鸦骗小骗拼，你懂我那个概念吗？哦，我相信你有在看的，或者没在看没关系，反正我越开多次，哦，越多人会避免受到你的伤害，你懂我那个概念吗？来，大家晚上好哈。好，来，这个李恒，我说真的哦，弃标了10万的东西，然后又在线上骗人家的东西，我说真的啦，人在走听那款，来感谢玉成哥，哦，感谢玉成哥，来大家晚上好哈，来大家晚上好，来我开一下我的那个来去逛逛一下，不是我管事啊，是我说真的啦，你弃标东西，你不要那边骗小骗平，你听有哦。如果你要当那个酸民的话，我说真的，人家酸民也不会去骗人家东西，你懂我那个概念吗？哦，做人爱有给卖港骗，嘿，对，钟家好，你说的没有错啦。哦，你说的养羊，我跟你讲那个仓颉啦、李恒啦、养羊啦，来有看过他弃标那一幅书法的，先帮我打加1。有弃标过的先帮我打加，应该是有看过了，因为进来的人不多。哦，进来的人不多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先问一下，你们上礼拜有看到他弃标那么大一幅的书法，有的帮我打加1一下。许志坚在森林直播说他被你封锁了，我没有封锁他，哦，应该都是有啦。我说真的，如果真的有认识他，拜托一下，
哦，如果你们在网络上面看别台直播啊，还是什么聊天室啊、什么社团啊、挖哥的，有了没有的，里里扣扣种种的，如果有看到这一个人，麻烦直接就说了，你就说，哎，你不是弃标老邱的东西吗？你还有脸敢在这边？哦，如果你们有看到啦，哦，如果你们有看到可以这样子的，我说真的啦，哦，来，大家晚上来，陈述了，晚上好哦，好久不见了，来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来，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啦，你们慢慢帮我分享一下。进来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好哦。来，我是当班的主播胡凯云，现在直播。这个粉丝团就是由我跟阿全在看的，大家好，大家都叫我胖鹦鹉啦，也没有错。沙涛啦，不是涛沙啦，沙涛太子。哦，你的头发该剪了，我就知道，每次开上来就有人会注意我的头发。来，要该剪头发的帮我刷加6，好不好 ？YouTube 也有了，对 ，YouTube 好像也有。跟他们说一下。哎，怎么了？个人的打电话来，嘿。就是意思说有人就是冒用我们公司的天风的名义跟公司的名义，在那边乱，让人家没办法开直播卖东西。来，线上的好朋友哈，我麻烦你们一件事情哈，该加6我该剪头发了啦哦。好，那我跟线上朋友报告一件事情，很多各大直播台哦，目前天风在我们这边嘛，你们也知道吧？哦，这个是不可避免的。来。很多酸民，很多假霸修言干单呢，哦，很多人，很多这种人，在各大直播台以我们的名义跟天风的名义在买东西，留下我们的这边电话，留下我们公司电话嘛，还跟我们的地址。如果你在别的直播台线上的朋友，如果你们有看到，麻烦就抵制掉了。再来一点，如果我们买东西，我们会留下我们的真实的手机电话号码。我们不会留公司的，我们没去留公司耶。哦，如果你们知道有人在冒用我们的，麻烦各位就是帮我抵制，就直接跟那个直播台讲。哦，因为现在很多酸民假霸盐干男、假霸熊眼、假霸的弯腰，哦，每天在各大直播台盗用人家大头贴，在那边买东西。好，买东西买一买，帮我寄到哪里？胡错巷。好，我们家公司电话0482385579，就随便那留啊，留了就没他的事情了啊，东西一直寄来。好。这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一而再再而三的，我们麻烦各位一下，如果真的有看到的话，再麻烦你赶紧拜托者。好，来小帮手要做什么？买就算了，可是不要在人家直播台那边乱。好，卖伫直播台咱个乱啦，咱讲正经的。好，卖要100碗腰，好，卖要100碗腰，来，大家晚上好。那个谁帮我赏心哈？来，理由感谢你赏心。来，你讲什么？什么是峰哥口中太行山癌博？太行山癌博，太行山。好，我们是太行酸。哦，你太行酸癌博，哦，我相信线上的好朋友应该都是蛮明理的啦，蛮理智的。但是有些酸民就是假霸问马腰，哦，吃饱就是换饿，假霸盐干难。各大直播台上面看到，只要很多人吵架或是买东西，留下电话什么都报我们公司的电话。好啊，我们今天卖个报问到电话啦。迄各大直播台，好加载真正啊，我们家各大直播台都认识。一看到0482385579，见面就说你们是不是凯宾的里面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也会打电话来问好不好？啊，各版就不一样哈。天风在睡觉，我不知道呢，我没有看到。我今天上班，上次有人打来密我说，我敢打0482385579来讲，那个谢丁汉啊，就是有这种人啊，没办法，就没办法，对不对？不理智会被锁吗？如果你真的很不理智，我会锁啊，真的。好了，我在剪那个头发，好不好？我在剪头发，大家晚上好哈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一样啦，老规矩，礼拜一症候群啦，我就先说了，准备好你们的手术，听好了哦，听好了哦，我就抓最多5个，我就抓最多5个，最多5个，好不好？是我铁粉的先刷铁粉，来开始了，是我铁粉先刷铁粉。阿全呢？阿全在那个常委去看医生，常委因为最近眼睛都很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应该戴眼影戴久的关系啦。像我这一种的，应该是不用戴，好不好？好来5个就好了，1、2、3，好，结单没了。我就跟你讲了，拼手速了，好，就拼手速了。来，帮我出单5个就好了，来5个就好，5个就好了啦。为什么会一直按掉嘞？你不是在剪头发，我帮你剪光头。龙鼻好吃吗？我没有吃过龙鼻啊。哦，我讲金龟，我没有要送金龟啦，刚刚送金龟，好不好？来，以上就5个。假账号有买过吗？
假账号你要留下你的真实姓名、住址跟电话呢，好不好？如果没有，我就弃标给你哦。来，那个林依婷在哪在？假账号江董、蔡玉洁，来蔡志杰，来以上5位，来以上5位，我跟你讲哦，没什么东西好送你们的。我先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喜不喜欢吃肉松？您该吃肉虎不？你呢？来，以上5位，你们喜不喜欢吃肉松？我要问你们一下，我要问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